2026年1月25號，多倫多經歷咗一場10年一遇嘅特大暴風雪。當日大雪夾雜着強風持續肆虐，全市部分地區積雪厚度高達56厘米，市中心個別區域甚至超過60厘米，創下咗多倫多歷史上最嚴重嘅單日降雪紀錄之一。道路被厚厚嘅白雪覆蓋，交通嚴重受阻，數百個航班被迫取消，學校和部分機構停課停業。儘管呢一場暴風雪俾市民帶來極大不便，但放眼望去，整座城市顏中素裹，宛如童話世界。到咗深夜，道路所有嘅汽車被大雪覆蓋。你睇呢一部就係我嘅車。呢度呢就係 Denver 希臘區，雪後嘅第二日，孩子們喺雪地上堆雪人、滑雪橇，大人們則忙着鏟雪開路。你哋睇下希臘區呢度嘅積雪係咪好犀利？你睇啲人呢就出嚟鏟雪啦。